為何今天很難見到信徒皆祭司？屬靈生命體真啲，因為今天很大量的基督徒還是認為自己是平信徒，教牧人員才是侍奉神的人。在有反聚會之外，他們最多是奉獻金錢。另外，亦有大量教牧認為自己是專職侍奉人員，在神面前比其他信徒更屬靈。教牧與基督徒之間雖然崗位角色不同，但今天都在侍奉的錯誤理解上完全一致。另外，若要真正認識信徒皆祭司，我們必須對神設立的祭司有認識，必須從舊約祭司的制度及神學講到新約時新的啟示及亮光，尤其是關於信徒皆祭司的亮光。彼得前書2章9節。在舊約，以色列不是人人皆祭司，而只是一個有祭司的國度，只有利未族亞倫的後人才是祭司。每年的贖罪日7月10日，當值的大祭司可以帶着血進到至聖所。利未記16章1至19節，希伯來書9章7節。只有這日大祭司可以去到施恩座前親近神，其餘日子，其他祭司、其他以色列人想也不用想可以這樣親近神。但是來到新約時代，這個情況產生了劇烈而震撼的變化，因為有了耶穌這條又新又活的路，信徒能直通入幔子之內。希伯來書6章19節，意思是直接去到至聖所。10章19節，站在施恩座前。4章16節，即是新約的信徒不單好像利未人，好像一個祭司，而且更好像正在贖罪日進至聖所獻祭的大祭司，能得到這本是冇可能的福氣是因耶穌。但是基督徒卻是需要有誠心和充足的信心。10章22節，誠心就是基督徒是否真誠地想去到神面前，以朝見神為他心中渴慕的東西，即是不是有沒有，是信徒自己想不想。充足的信心可譯作完備的信心。今天基督徒不會親眼看見神，但是他是否相信因為耶穌的緣故，每次當我們向神禱告及敬拜時，是站在神的寶座前，而不是教會台上而已。有這樣的誠心及完備信心的基督徒，聖經很直接將之聯繫到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。10章23節，希伯來書收信人因為有逼迫而出現倒退返回猶太教，放棄承認耶穌是彌賽亞的危險，承認耶穌是彌賽亞作為盼望。信仰不是精神寄託，而是相信主必快來，身體復活，我們與主一同作王。這種盼望叫信徒會全情投入地在生命裏作祭司，不會在逼迫中屈服。那麼，為何今天很難見到信徒皆祭司？是因這個神學背後的重要之處，來到神面前，堅守承認的盼望等，而不復存在，沒有天天活在神面前，沒有渴慕主再來的榮耀的人，怎會為信仰的緣故而影響他的人生，以作神祭司為己任呢？當聖經說每一個信徒都是祭司，意思不是指每一個基督徒都是在教會中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的人，使徒行傳6章4節，但是卻是指每一個基督徒即使在教會聚會及侍奉後，整個人都在侍奉神，生命的主權是屬於主，整個人及生活都是獻給神的活祭，返工、返學、做家務、照顧家人、照顧自己，都是在神面前的侍奉。唯有基督徒都有這種狀況。500年前在宗教改革時強烈提出的信徒皆祭司，在今天便不會再是空洞無力的口號，乃是實實在在的豐盛生命。